5000年前呢度一片汪洋，1000年前呢度逐城村落，40年前呢度率先改革，時至今日呢度繁盛祥和。作為土生土長嘅順德人，何享健先生同埋佢嘅屋企人一直心繫桑梓，多年嚟通過和的慈善基金會嘅公益項目運作，將財富同埋善意回饋社會，使到純粹、感恩、低調嘅價值觀一直傳承落去。和泰中心項目喺黨嘅19大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，構建養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體系同埋社會環境，推進醫養結合，加快老齡事業同埋產業發展嘅背景下，基於北滘鎮養老事業嘅現實需求，和的慈善基金會捐贈3.3億元，北滘鎮政府劃撥用地40畝，喺北滘新城建設一個綜合性公益養老服務項目，為市民提供醫養結合嘅優質養老、護老、安老服務。項目整體建築面積約5.3萬平方米，建設床位約700張。2022年初投入試運營。項目採用社區融合理念，冇圍牆嘅養老綜合體，提供健康營養膳食嘅中餐廳，同埋屋企人共聚聊家常嘅特色餐廳，科學健康鍛煉嘅健身房，專注老人嘅需求，以匠心精神打造生活嘅品質感。多種戶型選擇，適老化嘅設計同埋智慧科技嘅結合，使到老人生活得到便利、安全、健康、舒適。社區內配套日託中心、老年專科門診、康復醫療中心，通過專業嘅醫療技術支持，提供一站式嘅養老服務，為長者提供專業、優質嘅醫養護服務，使到老人少生病、唔生大病。整合美的智慧家電、美的係智能產品同埋其他智慧產品，打造和泰健康養老服務平台，使到慈善同埋智慧養老幫助到更多嘅老人。未來積極響應健康中國嘅號召，通過智慧養老科技手段同埋和友國際醫院、北滘醫院等合作推動，構建區域老年健康服務體系，支持區域醫養護事業嘅專業、高效、可持續發展，並以經濟效益有效反哺健康老齡化科研、教育等公益項目，持續傳遞健康養老嘅聲音同埋價值，使到每一位長者都享有健康、快樂、有尊嚴嘅生活。